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人生勝利組，我係你哋嘅小編 K。我哋都聽講過 The Rock 呢一個人超好，畢竟佢受歡迎嘅程度，連美國嘅民眾都想推舉佢成為下任總統。不過佢可能嫌大家仲未夠愛佢，喺2017年嘅時候做咗一個溫馨異常嘅舉動，令到好多粉絲都覺得非常之感動。呢一件事要由一個勇敢嘅10歲男孩開始講起。住喺密西根州嘅男孩 Jacob， 當時坐喺屋企嘅客廳度睇緊電視，但係佢注意到通往後院嘅門開咗，內心有啲擔心。走出去嘅時候就發現2歲嘅弟弟面朝下咁樣浸咗喺個泳池入邊啦。Jacob 即刻將細佬救起嚟，並且對佢私人兇愛，心臟按壓。之後就即刻衝咗去揾媽媽，並且將弟弟送院。多得 Jacob 呢一個勇敢又敏捷嘅舉動，弟弟住院1日之後就即刻康復，身體嘅狀況都非常之良好。事後當 Jacob 接受採訪嘅時候，媒體就問佢啦，點解你會知道要按壓心臟嘅？佢回答前幾日睇過 The Rock 嘅加州大地震。而 The Rock 喺入邊用 CPR 救咗佢個女，先至學識呢一個知識。而 The Rock 亦都好快知道咗呢一個消息，並且分享話呢一個真係一個好不可思議嘅故事。你係一位真正嘅英雄，我哋為你感到驕傲。不過 The Rock 所做嘅唔單止係咁。佢喺之後邀請咗 Jacob 同佢嘅屋企人前往加拿大嘅渥太華，一齊去到片場欣賞佢當時新拍嘅電影《摩天大樓》。而 The Rock 亦都俾呢一位小英雄仲有佢媽媽大大嘅擁抱啊！貼心嘅佢仲請咗劇組準備咗好多嘅甜品同埋朱古力。因為佢應承咗小朋友嚟片場就要好似去拜訪朱古力冒險工廠一樣。見到 The Rock 呢一個咁親切嘅舉動，連媽媽都忍唔住喺旁邊落淚啊！最後 The Rock 亦都錄咗一段影片分享，話 Jacob 見到佢之後非常之緊張同埋怕醜，而佢亦都送咗 Jacob 一件 T 恤，上面正正就係一個招牌嘅公牛圖案，背後就係 The Rock 喺泳池入邊拯救屋企2個小動物嘅相，啱好就同 Jacob 嘅故事相呼應。睇完之後，小編真係覺得 The Rock 非常之暖男，亦都難怪不分年齡同埋國家嘅人都咁鍾意佢啊！